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3月29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永康炮号参建以及创意设计园区第1期区段整修工程，上午地政局邀请贵宾用骑铁马方式正式通车。区内道路通车以后，将串联盐行、大桥等区域，卖当连接平市营区等3大开发案。永康炮校一起 Go！ 赞！为了庆祝炮号1期区段整修工程完工通车，地政局特别邀请市长吴伟霆等各界贵宾用骑铁摆方式向前行，嘛向前永康的繁荣发展要大步向前。市长在致辞当中表示，市政是延续永康大型开发案的完成，嘛代表结合大桥甲平市营区，以永康之心的概念，要来符合地方发展的期待。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炮指部陈将军以及后指部王上校能够代表国防部以及代表炮校来参加这个典礼。我们非常感谢在整个的工程的进行过程中，市政府跟这个国防部以及炮校和炮指部都做了非常深度有效的合作。那跟民间跟地方也都是充分配合。那今天创意园区的第1期完工，更见证了事实上这个地方在不管是大桥重划区再过来，连接着大桥重划区，可以说是将来永康之星，对于都市的发展，对于台南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地政局表示，炮号参建总共83公顷，将分区分期来规划。目前1期14.5公顷已经完成，第2期69公顷，甲国防部共同合作，嘛预计113年开工。局长强调，开发当中嘛兼顾老树的保留等生态保护，希望营造公共环境的一大特色。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每年立委选举，民进党内初选29号是登记的最后一天。市党部统计，总共有11位参选人，其中第1选区有4位参选，第4选区有3位参选，选情上界紧张。上午新增加一些立委的第4选区，前立委李俊毅甲议员创全的登记过程，就提前出现火药味。立委陈廷辉选伫民进党内立委初选登记最后一天，来到市党部完成登记作业，寻求连任。过程当中，甲前立委李俊毅小组互相加油打气。面对内政部处长陈宗安传出有人代替领表，嘛要请拼。陈廷辉表示，党内初选的经历，互伊交代一个新行行。每一次碰到初选，我都非常有恐惧感哈，因为从4年前到去年的市长初选，还有立委初选，其实每一次几乎就是谩骂、抹黑等等，我都希望说大家是以和为贵，不要是为了要胜选而不择手段。我觉得这个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团结还是最重要。另外，前立委、前民进党副秘书长李俊毅正军算笑，保证金70万是甲隔壁借的，嘛是用孙仔装便当盒的内底。伊讲伊要挑战是新增一色的永康新化甲新市这区，会中直接点名现任议员都当选，佮要参选，根本是违背选民的承诺，只想要追求权力，实现政治承诺。就是说，市议员不应该再换跑道这个是民进党中央党部的期待啦所以为了在协调的时候，我们希望现任的市议员，除非党需要你去开拓去开辟一些这个困难的选区否则的话，你就要实现对人民的承诺。李俊毅话拄讲完无偌久，就甲拍算转换跑道议员创全小组，双方真客气，互相握手。
不过面对成败攻击，创专甲共款到伫第4选区的朱青议员林景也分别回呛，比政见扩大服务才是重要。大家凭着自己的理想，然后在竞争的过程呢，把我们的政策跟那个牛肉谈出来比较重要。那我相信这是一场民主的一个竞争，重点是在于过程，我们候选人提出什么样的政见牛肉，然后有谁可以更有力的去帮忙这一区新市新化跟永康。对地方的了解我相信我应该是最了解。那所以如果说我没有舍我其谁的使命的话，那我觉得我也对不起永康的发展。好，那所以会毅然决定要来参选立委，那基本上是真的期待说去中央争取更多的资源，给我们现在台南市最大人口的行政区永康来做最大的发展。根据市党部29号下晡3点杂志的统计，这摆立委总共11位登记初选，其中第1选区4个，第4选区3位，选情上界激烈。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议会登记会上午进行民政部门业务报告甲质询，其中针对李林整并以后，虽然市府的财政节省袂少经费，不过针对林场补助也引发侪议员的关心，认为伫合理的预算当中，应该爱将林场补助编入预算。议员陈义鼎表示，台南市伫个邻里整并以后，总共减少了103个里，加5000外个人。不过，相对的邻里服务范围扩大。虽然市府的邻里整并一档节省了袂少的经费，不过伫个林场的补助方面，却比其他都更较差。每一个领长，他服务的范围一定就扩大嘛。那这些领长林丢北林丢嘛，其实一直在问啦其实他们当然也很热心于服务他们现在的工作，可是他们一直会想要了解说，那为什么其他的很多的县市有这个领长的交通补助，那台南市呢？那尤其在我们面对这个里邻整并之后，缩减了这些里，缩减了这些邻，那当然有节省了许多的经费，那这些经费是不是能够部分再回到我们这些领长的身上，来给他们一些交通补助，来谢谢他们这么辛苦的为我们这些市民朋友来服务。我们也希望领长能够得到更好的福利啦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以我个人来看这个都没有对错的问题。但是从政策去看，它是必须要做一个财政的整体的规划啦。是。比方说，我不能因为这样的话去吃到别人的经费，或者是怎么样啊？但是我知道领长是真的帮我们民政局做了太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朝着能够往这个方向去进行。对此，虽然民政局长回应有咧规划，不过议员柯玉玲佮据目前文控自强活动加健保补助位咧，实际只用一档才1亿外。而且嘛无每一位领长拢受惠，因此要求民政局伫合理的预算当中，应该爱将领长的补助来编列。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同款甲民政局相关的，也阁有南山公墓的开发。议员蔡淑惠针对南山公墓开发案，因为日前文化局以文字法15条的规定，有意禁止50档以上的墓开发。议员认为将会严重影响整个开发案，要求民政局近期内爱甲文化局进行协调。为了都市的整体开发，尤其台北16线通车以后，更加带动整个南山公墓需要开发。对此，议员蔡淑惠上午透过民政局的业务报告加质询当中，提出南山公墓的开发案，加民政局来探讨。尤其最近文化局以文字法的规定，有意限制50档以上的墓地开发。对此，议员认为将严重影响整个南山公墓的开发案。目前文化局只是他的这个想法嘛，他想要引用文资法第15条来规定，这个南山公墓满50年以上的坟墓不可以开发嘛，不可以转那个迁葬，是不是这样的意思？那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南山公墓一段应万的是公墓，没有办法像很多任的市长或是很多任的议员，他们的政见发表南山公墓公园化，朝这个目标去执行。局长。南山公墓既然是我们民政局的一个业务，
文资法的第15条，如果说文化局现在只是他们的初步的想法，我想我们民政局不能固载因任人宰割，认为伊感觉文资法15条50档以上的就袂当去遐签什么会，啊那安尼台南市50档以上的厝全部拢爱做古迹咯。所以局长，这个部分我觉得不管文化局的想法是什么，民政局你们要把你们对南山公墓未来的整体规划，你们有什么想法要提出来做一个讨论。对此，民政局长颜振彪回应：如果以文资法15条的规定，在实务上确实有问题。文资法15条其实他如果用这一条来对于这个墓地啦这个公墓啦来做这个进行一寡这个文化的这种的考量啦，可能确实真正会有问题。所以在文化部3月，好像我记忆是3月19号，他又开始开这个会，因为每个县市面临这个这第15条确实真正伊认为讲实务上啦，要操作的话，真的会有问题啊。所以现在目前阮即马就是讲查估了啦还是认领了啦，真的要去取决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完成这一关啦。针对南山公墓的整体开发案，最后议员嘛要求民政局爱伫2礼拜内，甲文化局甚至邀请该区的议员做伙召开协调会，说明未来南山公墓的开发到底如何规划。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市府消防局应用清明节，针对民众扫墓拜祖先可能无说理，因发挥在意外事件，先进行相关的演练。市长黄伟哲也亲身视察。演练的过程当中，消防兄弟也展示真侪轻量救灾装备，大大提升救灾效能。火势能持续的扩大，因为现场风势的关系，火势逐渐扩大，而公墓现场窜出大量火光。为了有效降低山林火灾的发生，消防局上午来进行实地演练，并特别针对着清明节假期将要来到，来制定相关的救灾计划。同时，为着要减轻着消防兄弟的负担，研发了真侪轻量化的设备，甚至为着要保全消防兄弟安全，利用高科技的产品，亲就是无人无人机、无人快艇等等的救援方式来灭火或者是救人，并将救灾效率大大来提升。非常感谢，也非常印象深刻，对于各位英勇的这个扑灭山林火灾，而且运用最新、最节省，而且事实上最有效率、最有效能的器材的辅助，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员的这个耗损以及这个危险程度能够有效的降低。不管是水面投掷这个救生器材，或者是改装的农用这个喷雾器，改装的这个实用的软管水线，或者是无人机的热显像仪，或者是无人机的水袋投掷，以及相当多的无人机的器材应用，都充分证明了我们消防局以及长荣大学能够紧密结合，对于我们消防能量能够发挥到极致。那除了我们会要求警察同仁在交通的疏导以及整个秩序的维护能够多帮忙之外，重头戏就在消防局对于这个整个清明扫墓的整个秩序以及一些牧区的这个安全，以及火灾的有效的预防，以及或者是火灾发生之后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扑灭，这都是各位的贡献与功劳。再次祝福，也谢谢各位在今天演练的这个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精湛的战绩。除了勉励辛苦的消防兄弟，市长黄伟哲也近距离参观了真侪项运用上界新科技所制作出来的消防设备。市长嘛要求着消防局爱加强宣传预防火灾的观念，希望会当借此大大来降低着公墓发生火灾的几率。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现在看一马上登来新闻现场。
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 book》台南爱读册。城大国际旅游展3月29号展开，参展的旅行社拢推出超优惠的方案，而且为期4天的旅展会免费发放800份的早鸟入场排队礼，会当兑换行李箱、饭店的餐券等等礼品，要来吸引消费者。城大国际旅展开展的第一天，就吸引了侪人潮前来抢班仪。这届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旅行的新展售区，伫咧这个区域引进了台湾各地真少参与旅游展的顶级饭店业者。主办单位嘛为消费者来争取到上解俗的优惠介绍。假使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相关内容，民众只要扫 QR code， 就当轻松看到。这次的旅展主要邀请到很多之前没有来过台南的饭店，那这些饭店也很少参加旅展。那这次的饭店呢，基本上他们是比较少参加旅展，或者是没有来过台南参展的客户。那民众只要到现场的这个区域里面，它会是所有的通路市面上通路最低的价格。那民众如果扫描展板上的 QR code， 就可以了解更多的产品内容，以及取下展板的产品的方案，就可以到柜台去结账。会场内底各间知名旅行社也拢推出各种行程，无论是到日本、韩国 shopping， 或者是欧洲的浪漫之旅，也是海岛度假行程，全部拢总有。另外，主办单位也特别伫咧每一天准备了800份的早鸟入场排队礼，要免费来送予看展的游客。另外，伫咧会场内底，只要消费满2000块，也有机会会当抽到澳门来回机票。侪好咧，就等消费者前来城大国际旅展抢好康。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一份关键数统计资料显示，去年天高热的本土疫情，大部分拢甲社区的果园、菜园有关系。所以天高热风地中心特别伫金华里举办风地宣导活动，希望带动社区主动做好社区菜园的天高热风地工作。台南天高热疫情第二前阁增加一个境外移入的病例，为了加强境内防治，疾病管制署配合卫生局，针对容易被疏忽的社区菜园举办风地宣导。第3场来到南区金华里，希望透过宣导加强社区的防治能力。过去呢，菜园一直是我们在登革热防治的时候。常常会被大家忽略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为了这个储水方便来浇菜的时候，那常常造成我们一时的疏忽，就会有病媒蚊，像白线斑蚊这些在我们环境里面滋生。那如果是我们的菜园呢，有比较多的人一起在这里出入，比如说像我们金华里今天的这一块示范的菜园，它也有4、5位的这个居民在这里共同的来种菜。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来这里做一个示范？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菜园呢，如果我们可以做好这个防范，比如说我们的储水桶，我们来加盖，或者是我们来加纱网，我们就可以避免这个病媒蚊到这里面来下蛋、来滋生。那所以我们同时可以兼顾我们民众的休闲，我们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个需要，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环境来供给自己安全的蔬菜水果。那我们也可以避免跟这个疾病为伍金华里社区为了防治天高热，伫里长的带领之下，除了鼓励社区民众参与整理公共环境，嘛主动伫社区设立幼沙桶，以减少病媒蚊的数量。咱社区有一个特色，就是讲我们从104年发生了224个案例以后，咱发现到
这个里面无介关心伊的环境，所以阮就是透过很多的这个环境卫生教育一直宣导咱的里面大家爱有这个概念，安尼每一天爱就引导迄个环境做一个巡倒清刷的这个过程安尼，所以在这个104年发生这个案例这么多了以后，105年咱配合国卫院用这个幼卵桶，在咱的社区有放真侪这个幼卵桶来做一个迄个调查。然后发现讲，若是迄个蠓仔、迄个卵蠓仔伤侪，还是讲蠓仔伤侪，迄个所在我们马上就特别的加强这一个区块这个清理。这摆国家卫生研究院推出大型的幼砂桶防治计划，未来嘛将设立伫社区内，相信会当有效减少病媒蠓的数量。同时嘛，呼吁民众爱注意社区内菜园资生源问题，也佮有储水的容器爱做好砍挂甲防范的措施，才让避免台南发生境内天高热。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肯定第一线志工的付出，台南、高雄甲屏东每一档拢会轮流主办社工表扬典礼。上港市长黄伟哲特别到场，并且颁发团体大奖，肯定社工伫儿童保护、甲家庭暴力等危机提供第一时间的救援行动。每一档的4月2號是社工日，上澳台南市政府提前主辦南部3縣市的社工表揚，伫公部門甲民間單位做伙參與比評以後，大家競爭更加激烈。不過咱台南市伫個人的獎項甲團體獎攏節節入圍，賣當看見所有社工人員的熱情鼓舞，就是要爭取社工界奧斯卡獎同款。會中市長吳偉剔嘛親自到場頒發團體獎的最佳方案，場面大家連市長攏滾生笑，驚舞台被拆掉。財團法人台灣兒童及家庭扶助基金會屏東分事務所。我們恭喜這個獎項有3個得獎者。許多社會有一些冷漠，譬如說很多案件發生了以後。這個已經事情發生了，見諸媒體的，然後突然麥克風就嘟到他的鄰居說：“哎呀，我早就知道他們那家不正常，怎麼樣？你早知道為什麼不告訴社工師？”就是沒有。所以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很多，社會上要呈現、要表現，要對於一些不幸的事件的防止，或是事後的這個撫平傷口的工作，其實是社會上大眾。社會當中很多人是有心，但是沒有辦法有這個專業來做好，所以呢，我想說各位的肩上的責任就更重大。開始時常愛24點鐘台面的社工，隨時愛面對受暴力、受侵害個案以及輔助經濟弱勢家庭，真正是責任重大。所以一年一度的表揚，嘛是對所有社工人員的肯定，希望因的專業服務被大家看見。台新聞顧問及何喬芳採訪報道。新聞之後，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是節分，有時好天的天氣，溫度23度到28度，落雨的幾率有2成。海面平均風力4級到5級，上北陣風是7級。感謝你收看3月29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純，咱再會。